Hello，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太子嘅海翔大廈睇一個兩房單位，面積係404尺。太子嘅海翔大廈係位於大埔道72號，係1988年入伙嘅。佢位處於民生地段，轉左手邊去太子站大概6分鐘，右手邊去深水埗站大概8分鐘。樓高8尺3寸，長條形嘅木地板。咁咧而家就有少少亂啊！啱啱搬緊啲雜物，翻新緊個單位嚇。咁個客廳咧就好巨型啊！咁啊呢一邊咧，成個畫面嘅範圍咧就係客廳啦。嗰個梳化咧就由呢個咧就係改咗做電子鎖啦。咁由大門拍到埋呢幅牆咧，可以擺個3座位，仲有嗰個伸腳位嘅梳化。咁個睇電視嘅距離咧就好闊落啦。咁啊呢度咧就擺個即係大電視啊，即係70-80寸都冇問題嘅。咁啊呢個景咧就要行埋過嚟咧睇下啦。咁靚嘅市區啦，好罕有嘅即係一個山景啦、樹景。咁呢邊咧就近太子遊樂會嘅。呢個位咧就可以晾衫啦，好光猛啊！咁啊廚廁咧就拍埋喺門口嘅右手邊。咁啊呢邊咧可以擺個大嘅鞋櫃啦。個廚房好靚，好工整啦，一字排開，台面又夠闊落啦，星盤位夠大，3頭嘅電磁爐。咁啊3門雪櫃喎，呢個係。咁啊洗手間咧就有乾濕分離啦。咁個天花好特別啊，係一個木材料嘅天花啦。個感覺好似入咗桑拿房咁啊。咁啊好型啊，用呢個黑色做主色。咁啊名廁啊，好多窗添，3隻窗。咁啊客房咧就用呢個部分玻璃啦隔開。咁啊兩間房同客廳一樣咧，都可以望到靚山景嘅。整咗個床頭櫃啦。咁啊牀下邊都可以有好多儲物空間嘅。咁啊主人房擺一張木製嘅書台啦，幾有品味啊！咁啊有對流窗喎。咁啊雙人床頭櫃。咁啊呢邊咧都係望返樓景咁樣咯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啦！訂閱我哋 Facebook，隨時隨地 VR 睇樓。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真人解說至全實，輕鬆揾樓，38地產。